大家问这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讲到这2工啊，大家清囤了后，传统的风俗就是香炉、香灰都爱创福送，代表讲大家趁钱就轻松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日就是虎好五虎读第1条。物件烧了后，剩的粉，咱讲是虎，像讲草仔虎、花虎，也佫有火虎。另外，咱看到茶的土粉或者是垃圾啊、幼粉，咱讲是土虎。也佫有物件用久了后，慢慢来散去、上去，咱讲物件已经腐去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火虎性，代表讲一个人的个性性格，亲像是火虎共款，一粒就倒起来，代表一个人歹性格。第2个词是较古早的词，即慢慢是有真侪人拢咧讲，读做技术虎，这就是技茶了后剩的虎，也佫有这个茶油啊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甲做伙。比如讲，阿嬷讲伊做囡仔时，拢会派人无爱伫的技术虎去卖，替厝内加趁一寡外劳啊。上惊拄到工人，火虎性歹性格，囡仔拢唔敢出声，点点啊歹咧，赶紧离开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虎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